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1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早7点多，伫咧屏东的万丹一间加油站，向向导火烧，佮传出爆炸。附近的住户是惊甲赶紧报案。初步了解，应该是这加油站边的仓库着火，加载是无造成伤亡。 大火直直烧，街仔路笑甲光唔光，乌烟直直冲起哩。为远远的所在，就当看到火势直直传去，甚至佮传出连续10多声的爆炸声，互附近的民众惊甲赶紧报案。他们仓库在左边那边吧？那个爆炸声，差不多十几声有哦。 大火为加油站后壁烧出来，就惊火势未收煞，消防人员抽水线全力抢救。当时我刚好在车行里面嘛，听到爆炸声啊，我以为人家放鞭炮啊，结果一看，怎么那个福茂加油站后面的仓库怎么在爆炸？当时的爆炸声好几声，哦，超恐怖的。 屏东万丹这搭加油站的仓库囤真侪杂物，半夜暗7点多，熊熊传出火灾。因为导火所在离油槽敢若20公尺，佮加上火烧了真猛，消防队唔敢大意，直接调4台化学水灵车到位，局长也去到现场指挥。它是堆放一些杂物跟物品的一些仓库。有说是那个员工的机车先起火。那这个部分我们还要事后的详细调查，再去厘清。加油站员工把所有送油的设施拢撤好灯，消防人员直直抓水，差不多30分钟后顺利拍花。初步判断烧的范围是加油站的仓库，不过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厘清。加在并无影响到加油设施，也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不过也互附近的民众惊一条。记者综合报道。 刚来看台铁7道吊车场，昨暗9点多，这区间车咧调度时无细力去弄到，造成一个台铁员工跋倒受伤。昨暗9点20分，这台铁人员当下当咧调度2台900型的电车，唔知什么原因有去弄到，造成后壁真侪载的车厢败马。这台铁嘛表示讲，吊车场的事故未去影响到车帮，事故原因是搁爱调查。 来看昨这宜兰大理天公庙头前有6台车弄做过车祸，其中1台这白色的修路车，佮冲出去弄到护栏，卡伫咧这铁基路边。另外，伫台南也有1台轿车，唔知什么原因，向冲出去，嘛弄到7台奥多拜，造成1个人死亡，7人受伤。 路边过落来机车拢变形，连行线规涂骹。这个事故是伫台南安定区西港大桥骹往公寮北环差不多1公里的所在发生的。30早起差不多7点40分，一台乌色小客车不明原因向反向冲出去，有7台机车互弄甲变去，造成8人受伤送医，其中1个骑机车的人送医了后救无倒来。 初步厘清，本案汽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肇事责任目前尚在厘清中。另外，北台湾原来传出一件严重车祸，中昼12点外有1台拖车沿台2线往北行驶，经过宜兰大理天公庙前，好亲像破链失控，连续冲撞停伫路边的5台车，其中1台白色修理车冲出护栏，卡伫个铁基路边。 车祸现场规个如苍苍，驾驶酒测值是0，好在现场无人受伤。当阵是爆胎了后，什么状况？就车要关伊啊，规个无法度控制。关伊唔知去扫的。后面那个运车因为疑似前轮爆胎，导致撞击后面总共有5辆那个自小客车，现场无人受伤。 因为这个车祸，历史山坪树尾卡到火车电车线，为了确保安全，代替随驾复用到大理西正线封锁，暂时以单线双向行驶，部分旅客行程因为安尼有延误。 会不会行程有受到影响？会，还是会有差。是原本我们几点想要到花莲去？就原本这班3点45吧。代理表示，经公务甲电力单位现场评估，暂时无影响行车，已经伫下晡2点17分，搁再双向通车。暗过列车也是以慢速通过事故现场，听候吊车到现场了后，再搁进行封锁吊挂作业。记者采访报道。 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方面接近，这北部宜兰雨水较济，过大山区也会落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好天。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咧北部东半部的高温是26至30度，中南部是33度。气象署是针对南部地区发布黄色高温灯号，台东有可能会靠火烧风，这高温会升到36度左右。
因这礼拜有2阵锋面的通过，拜二开始就是今仔开始，这北部甲中部会落雨。那拜六清明，中部以北要注意雷公雨。另外，受到中国空气污染口过影响，西半部甲北部的空气有较歹，户外活动上好爱挂吹暗。气象署指出，续落来有2阵锋面到位，头一阵锋面伫拜二接近北部、东北部部分地区会落雷公雨，甲第渐阵雨。啊，若拜三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温度会降到20度迄卡兜，中部以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若清明连假期间，气象署讲天气也是真不稳定。那到4号以及5号的时候，另外一波锋面系统就开始会有逐渐通过台湾的一个情形，所以到时候在清明连假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可能天气上就会变比较不稳定一些哦。气象署讲，拜五第2阵锋面接近，中部以北、甲宜兰花莲山区可能会落第渐阵雨。拜六锋面通过，中部以北会落雷公雨，部分地区的雨势嘛会较大。礼拜锋面渐渐离开，不过水汽也是较高。气象署提醒民众就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这几日受到中国有展物的影响，空气品质有较歹，医生提醒民众就要减少伫外口活动。即马空气外口拢做歹，你就因为老人还是细汉人仔还是你本身有气骨气管歹的人就是你若去外口活动的时阵，你来挂吹暗嘛你活动的时阵嘛，莫伤久哦。另外，环境部上新的空气品质监测显示，西半部、北部的空气较歹，尤其西半部侪显示感觉是提醒，甚至金门已经达到红色警示。若环境部讲，拜二方面到位，时到空气品质就会较等好。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清明休4天，这高速公路5号恐惊死狗个大塞车。高公局表示讲，伫咧尖峰车上侪时段会有出入管制甲高承载措施。中国时报，中东的战事已经拍5礼拜，国际油价已经起到超过115美金。咱央行总裁尤金良表示讲，只要起到100块，这国内物价指数来调到1.9%，将近2%通膨警戒线。最后是自由时报，警司这问题严重，这去年有23间妇产科的医所退场，也是转型。卫生部讨论提悬生产的给付上悬加到3倍，针对向有上低给付标准。今日看政治消息，国民党主席陈立文讲，伊已经收到这习近平的邀请，4月7日特别带团去访问中国，讲国共双方拢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为着两岸的和平来打拼。也总统府是回应讲，嘛呼吁这陈立文来公开来说明，为什么要紧这个时间去中国。表示感谢，欣然接受。甲中国官方媒体公布访问中国消息了，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临时开中华记者会，宣布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邀请，4个访问中国。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我们要向台湾人民，也向全世界证明一件事情：两岸不是终须一战，两岸不需要兵凶战危。陈立文也讲，愿意随时甲总统赖清德对话。不管是行前或者是结束访问之后，都非常愿意与赖清德总统见面交流。我们有太多的结需要打开了。郑丽文主席应该要清楚地向国人说明，为什么要一直在立法院当中推迟军购条例、军购预算的审查。这种情况之下，非常积极的希望到中国去进行这样的见面。总统府讲会密切注意电视会进行，陆委会是希望陈立文严肃看待中共对待施压协调，也提醒无经过政府授权，不适合对华进行政治性协议，也不让涉及政府的公权力事项。也告诉习近平，请你撤走飞弹，请你不要再用军舰、用军机来干扰台湾。我希望他敢讲。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嘛一直咧笑想讲要学台湾的科技人才，检方前是昨晚去敲，伫咧10天内就敲到11间藏伫台湾的违法中国企业，假做是外资的身份入来台湾，要用高薪水甲台湾人拐去中国。在安克，
你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创办人亲身上场翕校园节目影片，伫上海证交所上市的中国企业按揭创新，伫行动充电领域排全球第2，不过煞涉嫌伫台湾非法抢人才。未来长期的，我们是用机器人来控制机器人。同款出名的中国企业华擎技术，主要伫卖智慧型消费电子产品 ODM， 那是中国去年电子资讯企业第20名，其占率嘛排名全球头名。不过嘛，互人控告伫台湾有非法的业务活动，甚至伫110年时阵，北龙掠到一届，刷过另外开一间，检调大规模搜查动员上百人，查到藏伫台湾的非法中国企业有2025乌润中国500强企业的性帮迷电子，专攻研发销售模拟晶片设计，甲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合肥心机微装生产的相关设备，用伫印刷电路板这个领域。原来有伫做功率半导体的用极电子科技，也甲阿 Q 科技、苏瑞普微电子、江苏风微科技、德意微电子、北高地电子，伫短短10天就查到11间。大陆公司隐藏中资背景，非法在台设立据点，利用高薪挖角科学园区、科技人才，以及模拟晶片研发、AI 人工智慧视觉检测等高科技技术。中国企业假交外资，也是找国人做伙暗砍中资的身份，无经过许可来台湾设据点，为 IC 设计、PCB、人工智慧产业链有关的高科技人才拢有。不过学者提醒，互高薪升起的同时，若是技术互偷摕去，当初讲好的承诺有可能会跳票。台湾一直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是党国不分嘛，它本质上就是带着民营企业的这个外套。然后呢，他想要增加他们的科研能力也好，甚至是说这些技术的发展也好，那就透过这种白手套的方式，建立很多研究院，找了很多研发人才。那个人的这个发展有可能无法度实现。专家分析，为咗中国的企业无摆拄有中国政府的势力甲色彩伫个背后大规模主导，一步一步把咱国的技术拢偷摕去，影响台湾产业优势甲领先的地位，伫国际会失去高科技的竞争力。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继续来关心中东战事上新的进度。美国总统川普是搁再出声，讲若伊朗无提出诚意，唔赶紧煞，伊就真正要甲因的发电厂甲能源设施拢总甲炸掉。也伊朗是大声出手，针对科威特发电厂甲以色列炼油厂发动攻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天顶爆炸，远远就看到火。以色列甲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空袭。美国总统川普30伫社群媒体答文，若准无赶紧达成停火的协议，荷姆兹海峡无重开，美国就会扩大攻势，彻底毁掉电厂、油井、哈格岛、伊朗的能源，也有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甚至有可能包括供应饮用水的海水淡化厂。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said he's considering having American troops take Karg Island. That is the Iranian oil terminal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Persian Gulf through which the Islamic Republic ships most of its oil. Now, this came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Financial Times. Trump considered taking Iranian oil in that interview. At the same time, he suggested that negotiations with Iran were going well. 就伫德黑兰访问直接谈判时，川普也搁扩大威胁，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增加900,000个官兵，目前已经去到中东。But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or not he's going to go ahead and order this operation on Karg Island, or to potentially unblock the Strait of Hormuz, or if this is just another negotiating tactic to try to get Tehran to the table. 另外，伊朗继续咧攻击30特拉维夫甲西岸，拢会当看到飞弹伫咧空中爆炸。以色列海法一座炼油厂受到攻击，伊朗也向科威特一座关键水电厂发射飞弹。美军已经对哈格岛军事目标发动攻击。伊朗威胁，若准美国登陆因的领土，安尼就会发动对波斯湾阿拉伯国家的地面侵袭，而且伫波斯湾带地雷。川普讲外交有进展，也毋过威胁煞升级。伊朗讲美国提出来的15点方案真过分，无够实际，而且无合理，战争目前看袂到收束的现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今日另外一方面，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主动来出面去访问波斯湾地区，讲伊已经甲这沙烏地阿拉伯甲卡达签一份10年的国防安全协议，关于用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来帮助波斯湾的国家对抗伊朗。伫伊朗冲突相关区域安全问题时阵，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即阵仔伫波湾地区进行快速的访问行程，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卡達、阿聯甲約旦，針對波灣國家起予伊朗無人機的報復攻擊，澤倫斯基分享烏克蘭的無人機拿炸作戰技術，先講甲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甲阿聯分別簽署10年的國防安全合作協議。Говоримо про 10-річне співробітництво. Ми підписали вже з Саудівською Аравією відповідну угоду. Ми підписали тільки що з Катаром відповідну угоду також на 10 років. Ми підпишемо з Еміратами також на 10 років. Це буде впродовж кількох днів. 澤倫斯基即屆訪問唔但甲波灣國家建立長期的軍事友好關係，嘛解決烏克蘭的能源問題。澤倫斯基證實，已經甲三國達成1年的柴油供應協議，填補國內每個月70萬噸的燃料需求。另外，烏克蘭嘛已經派228名反無人機專家到位去協助波灣國家保護關鍵能源設施。Впродовж цих 10 років будемо займатися копродукцією, будувати заводи в обох, як в Українах лінії виробництва, так і в цих країнах. Вчора домовився про дизель як мінімум на рік. Ось, і далі це питання вже нашої компанії і компаній місцевих. 針對美軍自沙國蘇丹王子空軍基地第2次起予伊朗飛彈甲無人機攻擊，造成正貴的E-3預警機嚴重受損，也有至少12個美軍人員受傷的事件。澤倫斯基閣再公開指控，羅西亞利用衛星3解翕美軍基地，閣甲關鍵證據暗中提供予伊朗。伫先援助因為美國伊朗戰爭面臨無確定性的時陣，烏克蘭透過技術加證據來換資源的策略，想要開出一條新的生存路途。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譯。西非國家奈及利亞中部一間大學禮拜有武裝分子衝入去掃射，造成上無13個人不幸死亡。也伫南美洲的阿根廷是一個15歲少年人摕散大槍衝去學校亂彈，嘛造成一個13歲學生死亡，2人受傷。衝突現場留落來的是好燒甲臭火大的物件，抑個落櫃塗開的鞋。奈及利亞高關州一間大學禮拜暗時，予一陣身份不明的槍手撞入來，對民眾烏白彈。當地官員證實有10多個人死亡，抑個有真濟人重傷送病院。We are here in the evening, and unfortunately, wicked terrorists came and attacked our people, and then we have counted scores of people who are now dead, and then so many others are also in the hospital receiving treatment. 專家分析，因為氣候變遷和殘垣變少，這個衝突看起來是宗教的問題，不過實際上煞是無共族群之間針對農業甲畜牧業用地的生存問題。奈及利亞官方已經在案發地區實施48點鐘的宵禁，當地另外一間大學也趕緊取消課程。鏡頭轉來到南美洲阿根廷聖塔菲省一間校園，8日早起傳出一個敢若15歲的少年人夜衝入去校園，在教室的走廊烏白彈的代誌，讓一個13歲的學生掉槍死亡。Un adolescente de 15 años ingresa a la escuela con una escopeta, con una itaca. En principio, hiere a 2 compañeros y muere y le da muerte a un joven, a un niño. 聖塔菲省長普拉羅去視察校園，甲受難家庭慰問，也宣布啟動刑事調查的程序，派專家進入校園，安打受到驚嚇的老師甲學生。公司新聞鄧偉林編譯。國際上的大代誌，做伙來看世界。中東戰事帶動國際油價，德國政府新規定，講油價一天敢若會當調一解，也若佇澳洲是宣布燃料稅減半。泰國最近的天氣是熱甲強，要到37度，因為氣象局是提出警告，講咱人實際感受到的溫度，恐驚會升到60度左右，嚴防熱傷害。巴西聖保羅機場禮拜一隻大美航空的飛行機起飛了後，無偌久，這引擎就導火爆炸，隨着趕緊閣飛轉來，加在頂懸288人攏總平安。國際民航組織宣布新規定，講坐飛行機一個人敢若會當炸2粒鋰電池的這款行動電源，而且禁止佇咧飛行機頂懸來充電。咱台灣嘛準備要照辦，詳細當時要實施會閣再討論。
机舱内规拢全烟，即来要飞新加坡的各项航班，伫日等起飞时阵，旅客随身行李内面的行动电源导火庆烟，机组员摕灭火器拍火，飞机也回头登去登机口。即几年常常发生机舱内锂电池导火庆烟的案件。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宣布新规范，坐飞机一个人只能来装2粒锂电池行动电源，而且行动电源禁止伫飞机顶充电。我在上海工作嘛，那其实中国那边之前已经发过一变再变的规定，变了很多次了。这样，我因此也丢掉2、3个行动电源。一般人是够用啦，但是如果说他是可能有某些专业的工作，比如说他是一种出国要跑外勤，那是稍微不够用。而即马，咱国际航空业者拢禁止伫航程内使用行动电源充电。因应新规定，民航局讲，台湾会依照 ICAO 相关公告执行。关键是航空公司、航警局、航空站讨论各项前置作业加实施日期。或者讲，若上严格有可能是不准炸，主要是考虑飞机内底灭火设施的负担。现在因为国际民航组织正式的把它列为一个法令的要求的话，就给了各国一个很大的正当性，我可以把它明确的写在民用航空法上面，能够带几个主要还是建立在一个风险的控管。或者讲，咱附近的国家对航程中炸行动电源的要求无同，像日本规定超过160瓦时就袂使炸，韩国是要求行动电源标示的单位就要是瓦时，因那中国是要求爱符合因自有的产品认证。建议旅客未出发之前，要了解无同所在规定。配合国际新制度，华航先公布实施日期，3月31开始，每一位旅客只能来当炸2粒行动电源。长荣甲新宇航空是讲会依照民航主管机关的规定办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访问团到台湾，咱总统赖清德亲身接见，也向朝野来发规，呼吁爱支持政府的1.25条国防特别条例。咱国部的这副部长徐思谦也特别向美方来提起讲，咱有咧烦恼美国卖咱的武器慢交货问题。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组成跨党派访团3日透早到台湾，包括民主党首席议员夏欣甲共和党参议院孔希行等人，总统赖清德亲身接见，感谢美方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4位参议员长期关注印太区域安全，支持台湾不遗余力，并持续在国会提出联署多项友台议案。是台湾的坚实友人。总统趁机会表示，政府编列的国防特别预算条例会强力检验，呼吁立法院部分党派共同支持，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访团也表示，华府正关心。We are concerned by the increased pressure from Beijing, including military activity around Taiwan that raises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 But from strengthening its defense to investing in resilience, Taiwan is stepping up, as you all know. I'd like to personally endorse the special defense budget and tell you back in Washington, D.C. that my colleagues are watching, that this is important.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as we invest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hat you are also investing and that we're in this together. 访团行程所来去中国院参访，了解研发三联，互人当作是台美安全友好关系的深化交流。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专程接待，嘛无忘记咧提醒军购的交货进度。While several of Taiwan's recent arms sales requests to the U.S. have completed congressional notification, others remain pending. We hop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ill expedite the notification process for these remaining cases, as this would greatly facilitate our efforts to secure funding for the special defense budget. There are still items that we have already paid and not yet delivered. So a legislator would amend to convey that message to senators. 徐思俭表示，目前印太安全形势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已经是社会主流共识。高以现场展示的天宫防空飞弹系统，强调台湾伫国防自主能力的持续提升，值得朝野各界持续支持。记者采访报道。今日另外一方面，咱甲美国买海马斯火箭系统这头期款是昨到期，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美方已经答应互咱借援到5月底。因这台中市长罗秀燕对
拄访问美国回来，就讲伊支持军购预算是8000亿到1兆。卢秀燕是强调讲，伊想法是甲行政院版的1.25兆有小可无同。最近访问美国回来台湾了，台中市长卢秀燕接受媒体访问时阵讲，支持8000亿到1兆的军购预算，互人认为甲国民党主席陈立文无共调。卢秀燕讲，伊的想法甲行政院版本、国民党版本只那淡薄差尔。国民党版是3800加 N， 这个 N 呢是可以增加的，而且增加到多少？我想有赖于行政院跟立法院双方的沟通。我主张浅见的部分要稍微缩小一点，但是无人机要放大。首先感谢卢秀燕市长他愿意支持我们这些相关的预算，但我这边还是要重申，我们认为这7大项的这个能力的建构缺一不可。国防部长郭立雄也是希望1.25兆版本会当完整通过，因为原本82套海马斯火箭系统的第一期款本来30进前爱付，不过经过协调，美国破例同意将付款日期延到5个。引用紧急个案处理的方式，也就是由安和局这边动用它可控基金先去支付我们的签约准备所需要的经费。美方给我们概略的时间大概是在5月底，在当年我面对生死交关的压力，可能都没有现在的1/10。政会司长吴文启讲，这摆地震威胁正严重，面对军购案卡关，顶礼拜伫委员会审查时阵，伊情绪较着急。除了海马斯 M109A7 主造炮，发射入米加标签反增加飞弹首期款，也拢是31进前爱付。关于首期款的部分，我们也是在跟他商量，4个案加起来大概是需要7900多万的美金。如果能够通过特别条例，那我们送进预算之后，即使预算还没有过，我们那样是不是能够授权我们先行支付？郭立雄讲，4项军购案第一期款差不多是7920多万美金，拢会向美国争取延期。因那5月底条例有通过，不过预算案依然伫咧审理，可能会按照预算法第84条，请立法院同意予国防部先动用这条钱。记者综合报道。刚才看咱的驻美代表卢大雷进前先逼出讲乱开政府的钱，即马佫逼出有霸凌的事件。有一个可能是驻美代表人员伫咧网络写讲卢大雷会因为无介意菜色，就甲人骂，佫甲人降级。这外交部表示讲，若有实际证据，一定会照规定来办理。驻美国代表卢大雷过去捌方逼出欧美开公款，对下司画起画倒，伊也伫美国亲身办记者会回应质疑。但又搁发生争议，有疑似驻美代表处人员伫社群媒体发文，暗示卢大雷乌白用公款买碰意甲音响，买互家己听。佮因为无介意饭菜，就骂相关的承办人员，甚至以降级做处罚，牵连工课场的权势霸凌。我认为已经是第2次了。那希望外交部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个吹哨者所爆料，如果真有歧视的话，应该要从严处理。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那是政府部门该去做一个确保了，都必须要就好好的去做一个调查，那也是给当事人一个交代。外交部强调，针对牵连工课场无妥当对待这款情形，拢有设多元而且通保密的申诉甲反映的管道，也继续要求驻外管处的首长好好管理甲领导。针对外界关切的相关情形，外交部将持续掌握。并视个案的状况加以了解，如有具体的事证，均可循相关的机制提出，外交部将依规定审慎的处理。经济部技术系也传出研究员对法人计划塘仔口工研院的员工长期霸凌，中官甚至要求交出检举者的名单。经济部赶紧回应，绝对无讨霸凌案真正人甲证人的名单。最近经贸办副总单破代表江培兴破病过身了后。传出疑似有工课场的霸凌，即马也互公部门工课场霸凌的问题，搁再受关注。我觉得一定要查清楚哦，但是可能我们现在没办法预下判断。不管是我们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要如何的有效率，也如果那些恶性霸凌的人不能用这个来做借口。不管是我们的谈判总代表杨珍妮，不管是驻美大使于大雷，没有错，他们都肩负对外经贸跟对外外交的重责大任。
但是这不能成为他们可以不被处理的，变成是他的后台。南委也要求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应该调离现职，按危险技术防霸凌案件一定要查彻底，公开结果，无爱接受讲甲喙角全破，煞无处理好势的内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亚太棒球场昨启用的头一场中华职棒的开幕战，这统一赛球迷赖清德也到现场来支持。不过，这球场内底数节10个人，甲内底工读生是起冲突，佮线人吹皮。这中华职棒嘛表示讲，会甲列做永远的黑名单。大家拢在看亚太棒球场首战，叫歌星来唱歌，闹个滚滚。唔过看台区煞来去冤家，对影片看这个49岁姓张的查甫人，就因为和人讲话白合，起配面动手甲人扇碎皮。经过了解，姓张的因为被伤，工读生叫伊莫伫行到这挖克栏杆的所在，惊发生危险，伊煞唔管球场的规矩，就安尼甲人起卡动手，佮大声叫别人。而到暗时，受害者嘛去验伤甲提告，针对记者访问，姓张的无被回应。是有终止的声明，他想说也是取得一下你这边的说法，这样子。下平衡的这样子。啊，没有，就这种。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所以国长方式攻击对方左脸颊，警方到场后已将涉案人带反所调查，全案依伤害罪嫌侦办。这个查甫人身份嘛，随后网友吹出来，原来伊是卖厝做中人公司的刘备经理。代志发生了后，公司面册互侪网友翕相，这间公司嘛赶紧发文，强调公司对暴力无法度容忍，宣布随家私透露。那这个查甫人过去嘛捌加盟过海鲜店，虽然4年前已经关起来啊，不过嘛牵拖其他店家，互因真无奈。大家拢来电话来这个关心啦，拢会问啊，多多评论的话。人家有去洗屏这个1颗星嘛？我们本公司不是切割，因为在契约部分来讲，本来他这样行为就不对，已经损及到我们企业的，所以我们这边公司内部来讲，是按照那时候所签的契约来解除跟他相关的一些劳务的关系。那因为这件代志弄破家己的饭碗，姓张的过去见效代嘛拢互人晓出来，包括因捌有伤害公然侮辱等情况。现处是因为伫球场失控，唔那互中华职棒连面的做永远的黑名单，袂使入去看球赛。真公司的嘛讲，无排除会采取法律程序来处理后续赔偿的代志。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台湾大学宿舍进前有学生指控讲，去管理人员跟踪甲电话骚扰。这当事人已经向判7个月，受害学生嘛，即马嘛呼吁学校莫搁上诉，也唔通搁再任用。教育部表示讲，已经要求台大重新来调查，若是台大唔做，就靠补助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护航一个犯罪者，把学生推向更痛苦的深渊。台大社监性平案的当事学生，第一面台陪同下出现伫记者会，因为这件性平案的刑事诉讼部分进前判刑7个月，未当1颗罚金，专案会当上诉。当事学生控诉3档外，因为这个案真受困扰，呼吁学方莫上诉。违反跟骚法，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而且不得1颗罚金，也不能缓刑。也就是这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这是必须要入监服刑的重罪。至今台大跟教育部却迟迟没有任何的动作，这样子蛮憨的一个教育是我们台湾人民所需要的吗？因为这个案的行政诉讼部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去年底认定台大性平会议的组织结果不合法，判决撤销原处分，台大提起上诉，随后检察院纠正，台大学生会嘛呼吁台大拄好就好，而且重启调查，教育部嘛要有所作为。依据性别平等法第40条第3项，其实教育部可以在台大持续不审议、不透过性平会议审议的情况下，透过部内的性平会议来处理，这是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针对这案，台大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法院判决了后，就会随召开相关的会议讨论，做成决议，强调为着要保障学生的权益，涉案的社监未可以伫台大任职。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这诈骗的手法是800款，其中一种是诈骗集团会成团手机啊，骗你去超商来领货。经济部即马就甲4大超商来合作，设一个这网络的申诉平台。去年到18万件的诈骗申诉，其中11万件是有成功退钱。
提起你需要去超商领货信息，应该袂少人有收过，毋过有当时你明明就无买物件，不免自我怀疑，敢有可能是家己记忆无好，反正订过煞袂记的。提起乡亲，这个时阵一定爱和超商的店员再三确认，因为你有可能收到的是诈骗的幽灵包裹，而且更有可能害你叫人骗2届。毋但包裹是假的，连包裹顶面的寄货公司，嘛有可能是伫咧网络伪造的假公司。你没有下定，但通知你来领的，这个叫做幽灵包裹。他如果透过网络上再去查询相关网页，也有可能会面临到这个网页也是伪造的，那很容易会造成2次被诈骗的状况。超商业者提醒，卡出讲，你若真正收到诈骗的包裹，嘛免紧张。经济部为着要解决这款诈骗行为，和台湾4大超商合作，专门建置线顶申诉平台和轰炸服务专线，提供民众若是收到诈骗的包裹，会当伫7天之内退货。114年度，这个申诉平台拢总收到18万件的申诉，成功退钱的有11万件，退钱成功的比率达到60%。只要消费者有争议的，去平台或者超商的这个客服这边申诉，大概有超过60%以上都可以退款。4大超商现在进一步和政府合作，嘛有提供员工教育训练，分辨可疑的公司包裹编号，会当伫第一时间判断是毋是诈骗的包裹，伫第一线替无辜的民众先做检查，阻挡无良的诈骗集团规工变动比赛。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电讯消息来看，中华看守所要搬，将473个受刑人分做2批，再去22公里外新的梨林中华看守所。这新的所在有个收容的量会当增加4至5倍。规个移监的工作都进行煞，伫咧梨林全新的中华看守所，也搁伫咧做修补整备。中华看守所再去拄完成大型的移监行动，473位收容人自花莲市的旧看守所送到梨林的新看守所。今天是采分批分流的方式进行，那全程都有相关的警政单位去做协助，金安小组以及我们彰化县警察局调派诸多的警力全程协助警戒，还有交通疏导因为担心有意外行动，唔那是保庇，也个警力的透早进行，就是要降低所有风险。伫中华梨林的新看守所，唔那是光，也个完善的公共区域。上重要的是，会当有效消除中华旧看守所超收超押的问题。为了扩大收容量能，彰化看守所从园林搬到了2林，整体的收容量是原本的4到5倍。中华旧看守所1968年成立，面积只敢若1公顷，本来设计是收容312人。因过即马议题愈来愈巨，而且警方最近积极打击诈骗掠夺犯，已经超收到473人，其中涉及诈骗甲毒品类的收容人就要加一半。伫梨林的新看守所启用了，会当有效消除超押的压力。旧看守所这块地就当还好市政府做重新规划。规划案我们已委托那个顾问公司在进行短中长期的规划方向。一次开发，那未来使用还是要尊重在地的民意，所以现在在正进行广纳地方民众的意见。关联市公所讲，旧的所在伫咧市区的精华地段，即马已经委外设计规划，也会听附近里民甲所有地主的意见，伫确定发展方向了，对规划的配合，也个都市发展拢有正面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桃中立体育园区附近的边仔，去年却发现偷倒废弃物，检方查到是细楼地主，因为这边仔无法度走出去，就找中人专门咧收遮这沙石场的垃圾土甲废弃物。这种消息钱嘛，共探灭千8万。去年11月，桃园地检署警政署保持总队第3大队顶单位，在桃园中立体育场附近闭场，门内挖出引擎废弃物，也有沙石场的无机性的土，污染面积将近2万平方公尺。地主因主产为碧塘难以利用，竟透过中介与集团勾结，在短短2个月内就将碧塘填平，回填总量近6万立方公尺，不法获利超过1800万。专案小组经过半年修正，发动2摆搜查行动，同时挖土地，在现场发现有砖仔遐、塑胶加铁基这废弃物。
轰炸出监管专门锁定龙岗地区都市计划农地，为去年2月到4月短短2个月，批发收废弃物搁乌白道囤登去，赚超过1800万。所以依照涉嫌废弃物清理法定罪嫌，对地主甲主嫌从强9个人提起公诉。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及都市计划法等规定起诉地主、主嫌及仲介等9人。环保局表示，若是地主或者是租的人有土壤改良、回点这需求等，按依法向主管机关申请使用合法来源的土。环团认为，针对现今废弃物，政府应该加强管理，这样避免废土流向农地闭等破坏环境。怎么样的土质方它可以再利用？这个是要去做一个控管分筛的一个动作，这些东西都会增加不管是政府或者是厂商的成本。环团呼吁中央赶紧定算法，避免废弃物跨区乱倒的问题，加上无共款土质分类，将可以根本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内湖安泰街旧公寓外壁铁路已经落去，内底更紧也拢看现现。这住户是逐工咧住，逐工咧惊。不过因为这种几10年的旧公寓拢无管委会无钱通好整理，监管处表示讲已经有相关的辅导机制，嘛继续关心进度。这栋旧公寓的壁面破一坑正大坑，内面的红砖看现现。行入去厝内抬头一看，天棚真侪厦门土落来，钢筋也拢走出来，到户真担心，暗时拢困不起。恐惧一定是有的啦，你没有能力搬出去。对不对？你只能是说，注意一点。像这件我都没在做，我都摆东西了。这是台北市内湖区安泰街一栋老公寓，经过几路变地动，结果严重受损。有大户看这个办事唔对，家己开钱买封锁线，提醒过路人爱注意。外观那个瓷砖剥落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水泥块大量掉下来，这个对真的说句老实话，就是如果打到真的会死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因过像这种旧厝，大部分拢无管委会，要修理真困难。大户对内无共识，对外也无统一的代表，怎么唔知要如何是好？有大户要求协助，台北市监管处讲，市府适合相关辅导机制，只要甲市府定情，唔若是有专人免费协助成立管委会，也会补助结果鉴定的费用。只要他们有申请，我们都有辅导团队可以到现场去帮他们协助他们看他们的建物，这个目前都这个机制也有。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没有管理委员会，其实市府早在之前就已经有那种完全免费，就是我们会从第一次成立管委会去辅导到他成立完成为止，其实都有专人帮他们办理啊。大户讲因捌提出定情，监管处讲会进一步清查记录，查清楚行政流程的进度。因讲漏出安全问题是未等的。大户讲，即马看到铁路必须的问题无解决，大家拢大家提心吊胆，就惊讲若过来一遍地动会有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中东的战事嘛，影响市面上咧欠塑胶袋啊，亲像大卖场好市岛都有规定讲，这包括这粪扫袋啊、甲保鲜膜等等10几样产品，对3月27开始一张卡限买一组，因其他的卖场是也无相关的规划。卖场价啊，物件摆甲真整齐，毋过详细一看，除了介绍标示以外，边个增加告示，清楚写这货品，每一个卡限买一组，因为目前塑胶制品已经加做抢市会。实际走访卖场，部分民众的购物车除了卫生纸之外，还多出了一箱塑胶袋。中东情势影响，市场出现缺货的状况，美式卖场抢先寄出限购。包含保鲜袋啊、粪扫袋啊、保鲜膜等10多种，卖场政治厂商工会正常，按过为确保会员拢能顺利买到商品，为顶礼拜5开始就采取限买措施。可能会影响了，但是我觉得也是小事啦。其他石油啊，什么是那日常用品更糟糕。我不需要了，就没有去拿。我想这都是大家的起哄啊。其他包含教育局表示，目前有备库存暂时无限买未起价。全联大全联体系表示，目前正系向会正常无限买相关规划。爱买表示无抢买条，货量甲价上拢维持稳定。另外两大生活5金百货、小百货甲政府5金拢表示，未限买价上部分会看市场甲电管强行状况来做调整。现阶段还是会以稳定供货为优先，透过商品的调度跟库存管理，维持门市的正常销售。他希望消费者知道，你的购买数量就只有这么多，而
一般商用的呢，可能就会直接避开了这个卖场为主，而常态性的消费需求呢，则比较容易获得满足。除了卖场想办法避免扫货，国检署也要求全国各地检署共同启动扎实民生犯罪联系平台，检查严办不法囤货甲企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卫生局抽检网络平台所卖养婴食品，在10件当中，有4件是无合格，而且顶后拢表示讲是养婴会当食的，所检出重金属钞票。卫生局是强制落去。对韩国进口真情的幼囡仔点心、爱宝宝味、努力柚啊，业者讲适合含地饭，也是做饭员。不过说好台北市卫生局伫网络购物平台抽检发现，重金属盐超过标准1.56倍，氯也超过标准7.3倍。卫生局已经叫购物平台甲物件落价，也命令业者限期改正，若无上悬罚300万。如果是重金属超标的话，它是可以限期改正的。那如果说限期改正这个时间到，再去做产品的抽验仍然不合格的话，依照审法第48条的规定，那是可以处3到300万元的罚款。除了努力柚啊以外，另外2种也是对韩国进口的 BB Cook 粗食汉堡、马达香菇虾仔酥，甲 BB Cook 幼囡仔粗食努力柚啊海味菜丝，同款是重金属超过标准。氯超过标准，甚至有12倍。日本进口的囡仔食堂努力鲜贝是氯超标1.15倍。医生提醒，幼囡仔的胃肠吸收真好，而且代谢机制也未发展好势。那长期食重金属的食品，恐惊对健康造成危害。它会造成慢性贫血，那它也会造成神经系统病变。例如说，小朋友他可能会有过动儿、注意不集中，可能会有那种自闭症。这个台北市卫生局抽检网络买米的平台，10件当中有4件无合格，而且拢是幼囡仔的食品。建议家长在买食品的时，要先选择外包装、标示完整、来源明确的产品，并且也唔通食伤济。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囝西少的影响，连这学校招生也出问题，连公共的幼稚园也同款。全高中表示讲，今年受到2会专班甲延长照顾服务政策影响，今年欠学生的问题是无遐严重。那么，若是这学生无够的问题继续落去，会变做讲这老师愈来愈多会长出来，嘛呼吁教育部爱降低这法定一班的人数。老师带学生讲故事，互其他学生听较入迷，小组化严重，互学校招生拢面临难题。就连公休这几年也出现欠业状况，用各项公休为例，非市区甲市区公休今年招生都真无同。家长表示，师资地理位置拢是考虑因素。环境我觉得还不错啦，然后再就是老师优质。一开始念公托是比较快乐，就是不会有那么多课业压力，因为非营利的话，他们课业那个教的会比较多。准公休甲非营利有利行竞争，互公休招生人数减少。不过在市区繁华地段的企业入成有利行招生策略调整，真紧就稳。招生因为较偏远，招生跟他细成。最主要的冲击还是因为少子化，然后还有周边，就是学校所在地的周边社区，它有没有这些新生儿，还是它是一个老化社区，其实都有攸关。招得好的原因就是我班级也有做转型。好，就是我有本来是10个普通班，我把3班转型为2岁专班，所以这48个就直接升上来。台北、台中、台南甲高雄等县市拢欠业状况，专高中表示，受2会专班甲延长照顾服务政策影响，今年欠业长好。不过，若学生数一直无够，后续可能会出现老师超压这问题。以现在这种少子化的状况，如果他还是维持30人才会成一班，接下来这2年应该会发生大量的超额教师。建议教育部其实要从30个人要修到24人，全面提升幼儿的课程品质，推动幼儿绘本教学及阅读启蒙活动。第2，延长照顾服务，为了让家长可以兼顾工作与接送幼童。学生中度休困也担心，除了强化课程甲餐点品质，推动延长照顾服务，地方政府因应招生人数减少，启动整体人力调整机制，希望唔能应符合家长期待，也保障第一线教保人员的工作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新增高中的孙奕伦，捌摕过2摆总统教育奖，身体各样并无影响到伊对台语的热情。今年伊参加台北扶轮杯台语演讲比赛，充满感情演说，传递台语，感动在场所有人。
嘛会摕到高中组的第1名。多谢阿爸甲阿母牺牲因的青春来栽培我，甲我养肥，甲我疼痛。一字一句拢是发自心内对爸母辛苦请养的满满感谢。虽梦一出世，就因为身体故障，致使行动受到限制。不过孙杰伦并无对人生认输，颠倒互伊更加积极认真去追求家己的人生目标，学真台语。目前读高雄市新庄国中的孙杰伦，因为爱台语，自细汉就定都去参加各种的台语文比赛，而且嘛家己用台文写文章，亲像一摆摕到台北妇伦杯台语演说第1名，所有内容都拢是伊心内对爸母上深的感谢。当然，我伫内容内底写的是较深一层，就是讲我对爸母的感恩的心，还有因对我的照顾，我就甲写较有路的安尼。我毋是敢若讲迄个要讲的尔哦，我感觉伊毋是即个学生级的啦，伊会当去做老师啊。连登国在地台语开口，一讲线虽得到现场观众甲评审热烈的呼声，除了是对孙杰伦台语能力的认同，嘛是对其无受身体故障限制，活出精彩人生的肯定。孙杰伦讲，台语对伊来讲是生命，嘛是伊人生不可欠缺的一部分。伊即阵除了参加台语文的学生团体，嘛正骨力创作写诗，未来嘛按算要读台语文，互更较侪人认捌台语的水。我感觉讲台语有啥物即阵会有。遮尔侪领域拢有咧使用，毋过煞无法度伫咧生活上来真正来使用着。其实这就是因为拢一直伫咧课内底，你要安怎甲伊拖出去课外？其实这是咱即阵爱伫拍拼的所在。身躯顶的艰苦白疼，伊无法度选择。不过孙杰伦选择用正面乐观的态度，甲人生活了精彩，嘛活出价值。现在有出版社要替伊出版诗集，孙杰伦也希望透过各种的手路，甲台语文找到回来。记者郭家祖、柯超雄、高雄场报道。来看台北对2011年的引进网络公共服务甲数位身份，或者学校的学生会当用电脑来上课。不过几啊年落来，那学生这功课无进步，佫会出现用电脑建网络的心理问题，嘛引起大众的思考，竟然爱改转来，也是爱用课本来教。学生伫去上课进前，先把手机交出来，锁入去图内。伫咧全球真侪国家拢安尼做，伫丹麦嘛是共款。今年8月开始，因个全面禁止伫咧学校使用手机等等的行动装置，迄是因为10外档高度数位化教学了后，因即嘛选择数位准则，纸本的教科书嘛转来咯。Because we kind of got rid of the books and started using screens instead, and that we've noticed that a lot of the kids have trouble concentrating. So it's pretty easy to swipe with 3 fingers over to a different screen and have a video game going. It's like really nice not to have so much screen time, because like I really love writing and reading. 但未过去伫咧数位教育是走大升，即马越头行回头路，就是因为这数字看了是互人感觉真烦恼。官方的数字显示，13到18岁青少年每一天用手机的时间是5点半钟，用伤侪社群软体，互因减少人甲人面对面的交流，嘛影响因的心理健康。所以政府开始推动数位准则政策，毋但伫学校袂使用，伫咧课外青少年中心甲运动俱乐部拢袂使用。老师甲学生感觉安尼袂歹。You aren't accidentally on your phone too much during practice because sometimes you can like pick it up to check something and then suddenly you've been there for 10 minutes and just wasted 10 minutes where you could have been jumping instead. When a cell phone enters into the room, 2 things happen. First of all, the energy drops completely. All of a sudden, the breaks are longer.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somebody is kind of out group, which is very bad for a social environment. 但袂伫咧全球上幸福国家定定是排头前几名。现代人长时间看荧幕，即马社会嘛开始反省。关心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Headspace 协会，当年帮助上万位12到25岁少年人应对人际关系、学业、自我认同甲数位生活带来困扰。这个协会嘛连续2档举办全国性的无手机日，鼓励成年人以身作则，甲少年人好好参详。今年差不多有10%的人口参加，专家就认为已经看到真侪人开始改变了。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天气报你知，今因为锋面接近，北部甲宜兰雨水较济，其他所在是侪云好天，台南有可能会靠火烧风。下半部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20度至27度。中部地区21度至32度，南部地区21度至33度，东部地区21度至30度，外岛地区16度至28度。各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